第三题，文章内底讲出舞动的材料变做是小个的碗，可能的原因是理解。下面来让答案由写呢度。一，较就宽薄精神；二，表现袂较重；三，深材料较利片；四，较唔惊台风。下面弄地用理解碗作为舞动，就表示认为是迄惊台风，要甲理解舞动所买。所以答案应该爱套四，较唔惊台风。第四题，作者认为做起的人搭猫料来带，可能会读错要解问题。下面来让答案的选项：一，答有袂用真多钱；二，饼厂确定无温馨；三，当没迄高头台的父母；四，但没将较重的舞动。下面文章内底有写错的哦，文章内底是有写错啊，袂当没迄高头台的父母，所以但冇了，袂用真多钱是唔会用套。第二解咧，饼厂确定无温馨，无理解问题啊，认为是冇了啊，冇错做的舞动唔会上定，所以第二解选项唔会用套。第四解咧，但每样较重的舞动，假使也望用碗来做的舞动啊，所以无较重的舞动，所以立体答案爱套三，当没迄高头台的父母。